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南分署青年职业发展中心搬新厝啊，地点就伫咧台南火车头前的北门路一段顶面。正式启用即天，劳动部处长陈明玲就特别出席主持启用仪式，同时邀请到分家南大专院校甲合作企业代表出席参加，希望未来中心会当甲学界以及企业界共同合作，协助少年人伫职业生涯发展。就业服务甲技能提升，拢有好的展望甲前程。劳动部在推动投资青年就业方案，在这方面都有周延的规划。今天主要是我们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迁址的典礼。那从过去的4000位的服务量能，我们到了今年已经到了15000位。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的青年职涯的发展中心可以跟我们的学界、企业界大家共同合作。协助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在职业发展、在就业服务，甚至在技能提升方面，都有好的一个未来的展望和前程。虽然台南市的失业率伫6都内底是连续4档上低，但伫青年失业率的部分，确实比全国平均较悬。劳工局长王新之就鼓励青年会当多加利用劳工局、甲分家南青年职业发展中心等政府的资源，做好进入职场的准备。透过这样的职涯规划的课程辅导咨询，我想大家都是引路，把我们的年轻人把他引到正面的方向、正面的能量。因为有些人可能还在那边挣扎，我是要吃头路，还是要继续深造，或者是另外要创业的部分啊。因为透过这边我们的中央很多配套的机制，能够引入这些年轻人。他的方向在哪里？把它定位，他能够引导他。去年中心就为15000名青年提供职业生涯探索、企业参访、名人讲座、甲就业媒合等多面向服务。另外，中心有设置 VR 职务体验等多种的设施。YS 中心欢迎青年朋友到场进行创新的职业体验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